足忝。两个人斗阵，足忝。我毋是无爱你，我是想要过一个人的生活，你知无？好啊，分手就分手啊！我嘛会使家己一个人，我嘛会使家己一个人过了足好的，过了比你更较好。两个人做伙就是冤家和配合对方的开始。讲到底，咱拢是一个人，来的时阵是，离开的时阵嘛是同款。一段感情一定会受伤，嘛结束的一天，所以甘愿一个人。知影，伊也不想要安定落来。伊若是我的，伊同款会使继续逍遥自在啊。咱结婚。我知哦，结婚就是大，爱情的无影步啦。其实我真介意囡仔，不过人工受孕是不是会成功，我总是爱试。我爱我新的人生一个机会。我即马都知影讲，会当去爱人，会当互人爱是我尔好的代志，因为咱拢毋是一个人。我总是一个人行过路，爱马路。我一个人，独一个人，从你手的脑，我的苦中。食饭这种代志其实足简单，啊，毋过毋知影为虾米食饭愈来愈毋那是食饭啊。嗨，嗨，有时阵伊变做一种暗示，有时阵伊是一种关系的确认。说到你，有时阵伊阁是一种感情的交流。无的确，有一寡物件较适合家己一个人食，啊，毋过有一寡物件，一个人食就是毋对味，是欠啥？刚讲欠的是勇敢。你敢不敢家己一个人食麻辣锅？这个观点我真介意哦。你敢？我静静的迄段感情，互我了解一件代志：两个人拢是冲动。本家英，你的故事吼，我拢了解啦。啊，毋过你安尼吼，我呢毋甘呢。一个人食麻辣火锅，当然嘛无问题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边仔迄度吼，一定也是单身女性，上好吼是一阵，安尼吼，我才有机会通发挥啦。我无需要你毋甘，我过了真好，我过了足好诶。去谈恋爱啦，那逐工死人面好无？我逐工拢有好好生活，莫搁念嘛。等下，你是毋是搁要甲我介绍朋友啊？大爷子啊，这是关表哥田志明，一直迄个农场做工课。你好，我是彭佳莹，安尼介绍敢有清楚？本家英，我现在无礼貌。我知影你真熟无？莫叮当哦，莫话过来。看你即马，偌歹看偌两倍，咱无需要安尼。转去啦。林志明，你是好袂？你哪伫遮？什么我哪会伫遮？所以你拄则讲遐尼济，是你向伊讲话？感觉一个人食麻辣锅，这算啥物问题啊？
会问这种问题的人，基本上就是唔敢，就是唔敢一个人，无哪会有敢敢唔敢这两款选择。我做啥物拢是一个人，食麻辣锅当然嘛是啊。你就是你，唔免去强迫家己改变。若是搁思思念念，就去家己找回来。若是爱袂着，就当做家己是咧放假咯。甲你的心好好啊斗阵，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个人，一个了解你的人。若是好运，你会拄到的。嗨，嗨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应该要互你知影。大和伊决定要结婚啊！伊打算要趁因女朋友伫咧台北的时阵办婚礼，啊，伊讲伊会邀请你。有大号要结婚是因兜的代志，请你这个以前的女朋友去，伊遐尼欠问包是毋？莫假啊啦！你一定开想要包白包吼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家人既然该去呢，想会挑过去找一个无要紧的人来参加家己的婚礼，会邀请你，就表示我希望你会当见证我的幸福。所以我是要紧的人。是伊，这是你要紧的人。哦，创啥啦？婚礼应该是爱欢欢喜喜的，去看别人宣布家己的幸福，为什么对我来讲这么困难？是因为伊得到幸福，啊我无，还是因为你是毋是感觉即摆的生活还阁有欠啥？你即马是咧缀我结婚？你水面啊，我才无迄个意思诶。我感觉即摆生活足好诶啊，自由自在的，我才无想要迄张纸来甲我包掉掉。无法度改变的过去，敢若证明一件代志。我输啊！毋是我讲你，我甲尤大雄拢找偌久啊，啊伊的物件还阁咧囥伫恁兜，我无感觉你真变态。我拜托你啦，甲物件清清的，好过年。断舍离，你做个真好啊！阿明，啊今年过年哦，较早转来，爱像旧年安尼哦，拖到7暗8暗啊。啊你嘛知咧，这样愈暗哦愈好读食。够知啦。一个人食年夜饭，我无这种经验。无这种经验最正常的啊，连丁志明迄个怪咖拢会喊面阿姑做伙食团圆饭啊。哦，这啥有办法？哦，这我袂堪的，伤惨啊啦！我想吼，我自细汉到即马哦，拢无过这款的经验。陈母啊，今年过年你来阮兜教阮做伙食团圆饭好无？你莫想讲你即马倒来小花因兜免厝势，饲囝是做爸母的责任，嘛是你甲小花两个人的代志，拄较辛苦，慢慢想讲会当去靠别人，知影无？所以你当阵嘛是这款的决心，互阮强大汉的。那你遮过啊未来？有大号敢要甲你办婚照？袂啦，阮透早阁有传讯息敲啉过。所以你甲慧心，阮本来就有一寡问题，观念差真济，常常咧冤家。即摆后悔啊吼！后悔啊，够后悔。
喂，慧心，你伫阮兜楼骹，到底是在创啥？哪会听到伊会写着无代志啊？邱大豪，你到底甲我当做啥？讲来就来，话走就走，已经1年啊！这1年我一直想要对头开始，而你共款漂泊，享受家己一个人的生活。想袂到我还学袂晓，你就讲你要结婚啊！我就要做一个祝福你、支持你的朋友。啊，毋过你敢有想过我有啥物感觉？你敢有想过，这对我来讲有偌困难？歹势，今日请你家己的物件拢搬走。我感觉一个人过年哦，实在是太凄凉了。年夜饭是一个团圆的节，团圆的节，那家己一个人过，你感觉就无感情的？啊，这1年过得足好诶，很感恩。我这1年真的过得足好。我感觉我赢你啊！我要去一个人动手术。不要已读不回好不好？虽然这不是啥物大手术，但不过我嘛是会紧张的。想袂到你一个人这条路，你会变做怪先歹。听起来，你敢若有淡薄仔欣赏我家己一个人去开刀吼？是不是点啊？咱一世人若无一个人去动过手术，安尼人生嘛无算完整啊。其实吼，头一暝一定上歹过，啊，毋过你豆豆会发现讲，其实咱一个人迄适应能力足强的呢。咱的一世人，若是无一个人去动过手术，安尼人生就无算讲完整。当听到这句话，我想讲，这什么歪理啊？动手术已经足恐怖啊，佮较免讲要家己一个人去。啊，毋过想想咧，有讲的话，嘛是有淡薄仔道理。你妈妈选你这个时间倒来，安尼为虾米你可唔肯原谅伊啊？刚讲你要等到袂赴啊，才来后悔哦。你敢知影我是安怎大汉的？我顶届见面到即马有5、6年啊，甲进前比起来，你即马搁较亲像大人安尼。你凭什么甲别人啉酒啊？志明，恁妈妈呢？啊，恁哪会用这款的口气甲伊讲话？啊，恁两个喊你几时才通见面？啊，哪会趁这个时阵好好啊开讲？安尼唔才对哦。我食饱，阿姑我先来等。我今仔会安尼吼，毋是无原因的啦。咱每一个人拢爱为家己过去所做的代志付出代价，这拢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妈妈，妈妈，伊一直予我掠准伊放松，是为着去追求伊家己的幸福。这20年来，我嘛一直叫是一个自私的妈妈。若是我的不幸会当换伊的幸福，安尼就算去啊。结果咧，你看伊过的是啥物款的生活？我这20几年来的牺牲算啥？我这20几年来的委屈到底算啥？人一世人，真少有遐尼孤单、遐尼惊吓的时阵，惊讲敢会安尼就袂阁醒过来啊！搁较惊讲到时阵身躯比一个人拢无，咱拢足清楚，人拢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转去的时阵嘛拢是一个人。
啊，毋过有偌济人会当真正面对这种代志。尤大好，咱分手迄暗啊，福个因讲你哭甲足伤心的，你敢真正有哭？若是有一天，我会当用平常心去接受，咱最后拢会是家己一个人的事实，安尼就无啥物好惊的，对无？